福大酒、焦蛋多、卤酒蹦豆腐、腐罗鸟一彩年、一把酒。福大嘉宾不走，银堂内在，银堂继续娱乐，脑海不走。一起花开人可来，亲朋友来相伴，一起相爱一笑开颜，一碗碗酒来到满，双手挂上情谊和，美酒相爱美酒甜，干了这碗酒，再来一碗酒。在这些现场呢，有我们学家的土雷。我们整个跳花节的活动都是围绕花束来进行的，花束共分为请花束、栽花束、送花束。第一个部分便是请花树，花树的选择一般是要枝繁茂盛、长势良好，而且是独株生长的常绿大杉树，象征着年年和顺、万事如意、子孙昌盛。花树选好后，到了跳花这一天，由族中有威望的人领着众人举行请花树仪式。一阵欢快的芦笙乐曲过后，寨老用酒击祭祀花树，祭祀毕将花树请下，不打之夜。待跳花的人们都聚拢跳花场时，在不断的鞭炮声中，有2名芦笙手载歌载舞开路，一名歌师吹起手。将请来的花束簇拥着请到花场，绕场6圈，然后栽到花场中央。接着就是栽花树，栽花树时，寨老要在花树前举行祭祀仪式，给花树敬上一杯美酒。寨老手持佳酿，虔诚祭拜，将一杯清纯美酒敬献给花树，
祈愿风调雨顺，村寨安康，人丁兴旺。祭祀礼堂，寨老轻轻地挥手示意，跳花盛会正式拉开帷幕。最后是送花束，跳花节结束后送花束。送花束的礼仪十分隆重，花束前有开路仪仗队且行且鸣鞭炮、吹芦笙。送花束是跳花节的最后一项活动，这棵花树必须送到一个静谧的、不被牲畜践踏的地方或者山顶上。花束安放完毕，寨老要面对花束送念。花束送到盐嘎喇，快长快发，快开花。花束送到山顶上，开花结果好苗家。迎花树活动赢的是先祖的智慧与勇气，赢的是族人的团结与守望，更赢的是苗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。